明明乘坐了失事飞机的财阀爷爷竟然活生生的回来了，全家人都十分震惊，一窝蜂的围了上去。财阀爷爷训斥他们是在哭丧吗？接着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道俊，便走上了楼梯。原来他能从空难中活下来，全靠重生的道俊留给他的一张纸条。聪明的道俊并没有直接写明这架飞机会失事，而是告诉爷爷今天是收购半导体公司的最后日期，如果爷爷不能在下午5点前赶回来的话，他将永远失去半导体公司的购买资格。爷爷看着纸条若有所思，随即决定在中转机场重新换最早的飞机回首尔，也因此躲过了空难。爷爷也对道俊起了疑心，他将道俊叫到书房，询问他为什么能接二连三地猜中未来发生的事，无论是之前的股票上涨，还是之后的总统候选人。更奇怪的是，就连今天的空难，仿佛道俊都能提前预知。道俊说自己只是猜中了爷爷的心思，他知道爷爷出了一道小虾如何能反抗鲸鱼的题目，表面是在考道俊，实际上是映射了爷爷心中对收购半导体公司的茫然。爷爷需要的是有人能站在自己这一边，无条件支持就可以了。道俊的回答确实是财阀爷爷的真实想法，于是他答应道俊给他奖金，可道俊却不要钱。他走到地图旁边，指着一块的说：“请您给我买这块地吧。”爷爷却纳闷道俊为什么会选一块又偏僻又贫瘠的土地。道俊解释说，就是莫名的喜欢你。爷爷果然是财阀，一开口就给他买了5万平。一转念15年过去，道俊选择的这块地被征用，直接升级成为首尔最繁华的小区。爷爷有问他为何当初会这样选，道俊却只说是自己运气好。接着爷爷就带道俊来到银行的保险库，只见里面堆砌了一房子的现金。爷爷告诉道俊，这就是卖地得来的现金，一共240亿。道俊都看傻了，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。爷爷让他好好想想这笔钱怎么花，说完便离开了保险库。秘书提醒爷爷，道俊才只有20岁，让他保管这么多钱是否合适。爷爷却说这些钱本来就是他的，20岁也该学会理财了。可爷爷心中的疑虑不是这笔钱，而是道俊展露出来的这种极端的运气，如此多的巧合在一起，爷爷感到这并不是运气这么简单。另一边的道俊第一天进入大学上课，就被记者们团团围住，因为他是财阀家族第一个以第1名的好成绩考入首尔大学政法系的，这就打破了富二代不会学习的刻板印象。道俊随意应付了记者拍照之后，刚走出来就被几个开豪车的同学拦住。一听他们的自我介绍，道俊就知道了，全都是顶级财阀家族的继承人们。道俊虽然前世不耻与他们为伍，今生鉴于自己也是财阀3代的身份，只能答应给他们留下电话号码，而他的眼神却紧紧盯着远处跑走的姑娘。这爱情的小火苗不就要燃烧了吗？道俊的目标就是不断的倒钱，他先是让爷爷给他买了块贫瘠的土地作为启动资金，一转眼土地被征用，直接变卖出去，获利240亿。听说财阀老会长将240亿让道俊自行保管，外面道俊的二伯坐不住了，他提醒大哥一定要提防着道俊，年仅20岁竟然就有如此高超的赚钱能力，还深得财阀老爹的喜欢。可大伯却根本不把一个毛头小子放在眼里，说240亿就当是爷爷给孙子的零花钱，根本不需要大惊小怪。可妹妹却提醒大哥，这笔钱很可能是财阀老爹对道俊的一次测验，而测验结果很可能会打破现在的财产分配格局，这让3个人的心里都升起了一丝焦虑。另一边，道俊来到爸爸的工作室，他知道父亲对于财阀的资产斗争丝毫不感兴趣，早已在10年前就劝说爸爸买下一部电影的播放权，并告诉他这一部电影必定会大卖。可爸爸却说圣诞节一个人在家的电影怎么可能卖得出去？道俊却坚持要他相信自己的预感，果然这部电影不仅大卖，还获得了国际大奖，而爸爸也靠这一部剧买下了一整栋写字楼。今天道俊来找爸爸，是想要他陪自己去一趟美国，因为想要去参加这一次的电影节，有一部他看好的电影想要爸爸去投资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爸爸十分相信道俊的眼光，于是带着他就飞到了美国。可道俊却不小心碰掉了一位大叔买的甜甜圈，大叔当场气得跳脚，这一声西巴让道俊一下子听出了韩国口音。可大叔捡起甜甜圈之后，并不顾及老乡的情谊，直接开口问道俊要1000万美金赔偿。道俊说，我是有钱，可我不傻呀，一个甜甜圈顶多1块钱美金，怎么可能给你1000万？大叔告诉道俊自己是要去影展做投资的，而每次投资之前自己必须要吃一个甜甜圈，这样才能百发百中，万无一失。可如今甜甜圈被毁了，不就是损失了1000万吗？道俊竟被对得哑口无言。没想到的是，大叔竟然吹了吹甜甜圈上的灰尘，直接咬下一大口，并说自己今天的投资必须万无一失。到了电影展上，道俊目标明确，直奔泰坦尼克号。他知道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将会席卷全球。爸爸这一次对道俊没有怀疑，直接拍板投资。而他们出去之后，正好碰见大叔在跟女老板讨论，也是要投资泰坦尼克号。
女老板问他是不是没有吃甜甜圈，他说女演员不但没有名气，还又胖又老，简直看起来像小李的阿姨一样，票房怎么可能卖得好？大叔却让他好好看看剧情介绍，在一艘巨大的游轮上，贫富差距是如此显著。 관객들은 극장으로 달려올 수밖에 없어. 왜? 현실엔 없는 얘기니까. 道俊立刻发现这位大叔的眼光很是毒辣，接着又瞟见了他拿着的文件袋，这才想起他是未来著名的亚太投资吴世俊，于是他心中有了计划，要请这位吴世俊来帮他把资产做到最大。第二天，道俊就找到吴世俊，可他却不愿意跟20岁的毛头小子做生意。道俊看他正在看世界象棋比赛，突然想起这一幕，就是第一次人工智能深蓝和人类交锋的对决。 可他早已知道人工智能会获胜，大叔却不相信，认为机器无法测算出人类的想法。道俊直接跟他打了个盹，并在餐巾纸上留下电话号码，说如果深蓝赢了，请您务必跟我联系。没想到大叔根本不当一回事，继续看比赛。结果确实正如道俊所说，人工智能第一次战胜了人类。他反应过来拿起餐巾纸的时候，上面已经被水渍全部浸湿。他走出店外想寻找道俊，没想到下一秒道俊就出现在他眼前。两个人来到公园里，大叔问他怎么知道深蓝一定会赢。 道俊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有十分准确的预感。他起身对大叔说，自己想要请他帮忙投资。大叔不屑地看着眼前的道俊，说自己不给1个亿以下的人做投资。道俊却拦住了大叔，说我不只拥有1个亿。二人顺利达成合作，道俊也飞回了韩国。爷爷看见心爱的孙子回来，立刻变得喜笑颜开。二伯再次提醒大伯要注意了，这个小子不简单。 수문원절이 사내 자식이 저렇게 검사에 맡기가 어디 쉬워요? 道俊一直在秘密筹划要吞到爷爷的顺阳集团，但他知道这件事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，于是找来美国投资大亨吴世俊帮忙。第一步就是先收购一家倒闭的炼钢厂，这是财阀爷爷早就交代好大伯务必要拿下的项目。最近因为道俊频繁展露过人的才华，大伯已经开始对他有所忌惮。又想到老爹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，如果你做不好这个位置，我会随时换人。为了确保这一次项目万无一失，大伯找到好几个顾问一起来参加，可却突然听说本来价值3000亿的炼钢厂，竟直接涨价到5000亿，还是由一家外国投资机构介入。大伯心里大呼糟糕。另一边谈判结束，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，他们就想采访一下这位财大气粗的外国集团，却没想到此人正是投资大亨吴世俊。记者们纷纷提问5000亿收购案是否属实。吴世俊表示以上内容一切属实，自己已经签下了炼钢厂。而另一边的办公室里，大伯和他的精英集团正在分析吴世俊，不知为何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 외국계 투자회사가 뭐가 아쉬워서 한도제철 같은 변방의 부실 기업을 인수하겠다는 거야? 대체 왜? 于是他派人跟踪吴世俊，无论他去了哪里，见过了谁，都要回来一一汇报。而财阀爷爷也觉得事情太过奇怪，并再次怀疑到了孙子道俊的身上。儿子始终是儿子，可孙子却跟我隔了一层心。当晚，吴世俊独自来到神秘地点，见到的人就是重生的道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道俊安排的。可吴叔却问他为什么要跟自己的大伯抢生意，并且5000亿的价格明显是出的太高了，宁愿出高价也要收购的理由到底是什么？ 투자자의 비밀은 그 어떤 순간에도 지켜낸다. 대표님의 투자 관측 맞죠? 此时吴叔突然顿悟，原来眼前的少年不是为了炼钢厂，他真正的目的是整个顺阳集团。道俊看着眼前的顺阳集团，发誓自己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第二天上学的时候，道俊竟然看见了前世的女检察官。当时女检察官整天咬住顺阳集团不放，道俊跟他也算是打过几次交道。没想到未来世界整天板着脸的检察官，校园时期竟是如此的清纯可爱。道俊忍不住想要请他吃饭，可几番交涉之后，闵英都不同意跟这个豪门阔少一起吃饭。可道俊却说只要吃一次饭，我就告诉你最喜欢的那个明星付出的时间。闵英这才同意跟他吃一次饭。可没想到道俊竟然带他来到一个富二代的聚餐会，闵英在这里十分不自在，其他的富二代还不时地调侃闵英，只有小美出手帮了闵英一把，还主动要跟闵英握手。闵英告诉道俊自己不适合这里，想要立刻回家。他不喜欢跟一群天生有优越感的人产生交集。可道俊却靠近他说 태어날 때부터 너에게 공짜로 주어진 특권이라는 생각. 可道俊不知道的是，爷爷竟让司机一直在汇报他的行踪，说道俊白天正常在学校上课，晚上约了女同学出去玩。年轻人就是年轻人，可财阀爷爷把书一合，道俊跟那些酒囊饭袋不一样，他去夜店一定有他的理由。